2026年5月12號朝早9:04，呢度旺角小買對面哥登堡食早餐，食燒鵝，坐低咗都好大喎。經典早餐40零啦。有炒蛋餐包，有冇嘢飲㗎？有嘢飲嘅。QR code落單，問過去而家有2間分店，土瓜灣仲喺度嘅，但係旺角呢間就有賣燒味咁解嘅啫。哇 all day breakfast 都係52啫喎，平喎。10點半至6點喎。午餐。78龍蝦意麵128，咁嗰啲扒又唔算貴，白鹿呢啲都係最貴都係200。第一上嘅就係奶茶，水就要出去攞。呢度得糖黑椒嗰個唔知係咪黑椒，有個 menu， 水自己攞。到咗啦，沙爹牛麵同埋呢個奄列菠蘿包，餐具調味料呢啲全部喺晒呢度。你睇下幾大風呢度，冷氣下邊大風嚟。呢個係黑椒嚟嘅，試過咁啊落咗去，啲鹽咧已經潮濕啦，已經跌咗啦。所以變咗一大嚿辣椒油，個包就暖嘅，唔夠熱，可能加埋呢度大風。牛肉麵就 OK 啦，普通啦，中間上少少係牛肉啊6、7嚿，咁有一嚿係有，多數都係筋啱到。咁個奄列係夠大嘅，不過少少乾咯，因為呢度真係太大風，你睇有大風咯。奶茶我就叫咗佢多添少冰，飲唔晒。